今仔日我要介绍的故事是一只鲈鱼。你有看过鲈鱼无？鲈鱼长怎样？生做安怎？你敢知影？安尼，这只。哦，这就是鲈鱼啦！你看卖诶，迄身躯吼，安尼袅袅。你敢知影什么叫袅袅？敢捌？毋捌哦，我互你摸看嘛。有一项物件，俺有看过，伊有那生做袅袅。来，伫遮，这个，摸看卖诶，袅袅，摸者，袅袅，摸者，袅袅，袂尴尬啦，袅袅。摸看卖诶，摸诶，袅袅，哎呦，用要挂落啊！袅袅，迄鲈鱼诶身躯哦，就是安尼袅袅，哎呦，吼，迄鲈鱼诶身躯生安尼，啊看起来吼，嘴若开开吼，看起来像要食人呢，对毋对？吼，迄鲈鱼生安尼身躯袅袅，啊咯，我，搁有人来呢，哎呦要看到来，等你，小等一下哈。好，来，贵宾坐头前。欢迎贵宾坐头前。好未？好未？嘿哦，你若甲断落，伊就缀掉的啊。物件拢甲藏起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是鲈鱼，这就是鲈鱼。鲈鱼的身躯袅袅，就是安尼吐一块。啊，袅袅是啥物感觉？你甲摸看卖，只落壳龟，这叫做壳龟。这壳龟就是袅袅，你摸看卖个袅袅，鲈鱼的身躯像迄壳龟安尼啊。无要叫你食啦，袂啦，无要互你食啦，你毋免惊，摸看卖袅袅，来讲看卖，来袅袅诶。哦，袅袅哦，嘿啦，这个鲈鱼吼，生甲安尼。喙若开开吼，内底喙齿佮尖拢爽，内底有喙齿，伊喙开开，看起来像迄足恐怖呢。佫有人来，啊！你要摸一个无？我要讲迄落啥物啊？迄落壳龟的兄弟叫做鲈鱼，壳龟生安尼，啊鲈鱼生安尼，啊因拢差不多来摸一个来。你摸袂着鲈鱼，但是你有机会摸壳龟，好来 ，OK。啊，来讲一下来，壳龟生做袅袅对毋对？啊，这个鲈鱼嘛生做袅袅，啊，这生做袅袅无搭紧啊，喙齿佮尖拢爽，啊，一支喙少大支，生甲即落形吼，实在是有淡薄仔乌黄，你敢知影什么叫做乌黄？哦，来，我互你看卖个，像咱即个小朋友。伊足好笑型的，你看笑眯眯了了，啊怎啊？安尼就是乌啊，伊都无笑啊，无笑看起来像安尼生气安尼啊。即个鲈鱼吼，平常时啊，喙开开的时阵吼，人就当做伊要食人啊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若开开，等到甲人惊着，所以伊为着要爱甲人惊着，伊喙拢平时啊拢合起来。合起来要合较暗的，喙齿莫叫人看到，啊无惊死，对毋对？伊为着无爱互囡仔会惊伊，伊平时喙拢安尼合，吼，啊伊的目睭更毋敢剃伤大蕊哦。为虾米？伊大蕊啊剃起来吼，安尼青硬，安尼足想要食人啦，吼，伊已经生甲安尼袅袅啦，生着足黄黄啊，人看着了无啥甲伊做伙啊，伊个目睭青硬，啊所以迄个鲈鱼吼。伊平常时啊，为着要爱互囡仔会惊伊，伊个目睭拢来结微，来三分，啊平常时啊吼，伊个腰啊安尼尖拢爽，伊拢安尼囥的，看起来就是安尼啦，来看卖，就是生安尼，安尼加较古锥，安尼较好斗阵啊，哦，啊今仔日要介绍的即个鲈鱼阿嬷。伊拢惊甲人惊着，伊平常时啊拢结一块册，迄面安尼看起来拢袂笑，无法度啦。啊，人老伙就甲伊生安尼，伊啊笑出来拢惊死人，所以伊拢尽量无爱笑，啊喙安尼合，啊看起来就像足摇摆安尼。佮看
看到足歹斗阵啊，吼啊，即种人伊敢会无朋友？你也看吼，咱若好笑是安尼笑眯眯朋友一定足济，啊若像安尼，伊敢会无朋友？吼，即个故事就是咧讲酷鱼阿嬷的故事。迄无一定哦，迄无一定哦。后来，即个酷鱼阿嬷吼，伊住伫地呢，伊住伫迄砖头外口的水边啊，水边啊，你知无？才有一窟水，啊内底有鱼啊，伊是安怎选择？啊，伊上爱食鱼啊，迄细只鱼啊，伊喜欢。啊，伊要好鱼啊，足方便，伊啊跳落好两个啊，就有啊。所以因兜吼，就起伫水边啊边啊，吼。啊，伊是一个足爱清气的人，伊平常时呢，迄落啥物啊，家己一个人住伫遐。啊，即个酷鱼阿嬷的个性吼，非常的固执。啥物叫固执？伊定定讲一句话，我若是决定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啥物人拢无法度甲我改变。吼，啊，庄头的人，逐个拢知影，伊就是即个个性。吼，啊，伊毋若固执，伊个王。看起来那女王诶，好像女王一样。伊迄女王咧结一块册，安尼高高在上，摇摆甲。啊，即摆呢，迄个啥物啊？伊定定甲别人讲，你啥物人来甲我讲拢无效啦。我决定安尼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呢，一般人诶意思就是讲，一开始无了解伊诶人。看到伊迄落办事，看到伊落屈势，吼，你即落面相，我嘛即落面相，甲你相看，吼，一开始逐个是拢无好斗阵，但是久来了后，毋是安尼呢，吼，因吼有一工哦，起头啊有一工，迄个酷鱼阿嬷吼，伊踮厝的时阵，有一只猫仔来因兜。无说伊甲伊讲破一块盘，迄个酷鱼阿嬷吼，伊足爱清气的，伊所在拢足整齐，伊挡袂牢，伊一个生气起来，喙大开足大，啊，鼻孔拢呛烟哦，吼，生气甲鼻孔呛烟，啊，迄声势一个声音传出来吼，迄落迄厨仔内底碗盘咧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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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哐，我规个拢摔落来，拢摔破去。哎哟，啊！即个惊天动地吼，了后即个酷鱼阿嬷吼，有淡薄仔歹势，惊甲所有人拢毋敢活来，啊，所以伊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啊控制我家己的脾气，啊，逐个互伊惊甲吼，拢一阵仔拢毋敢来找伊啊，啊，但是到尾啊，嘛是有人来找伊呢，因吼来讲，迄落啥物啊，酷鱼阿嬷。阮吼明仔载要来迄落，阮汉算要来挽迄落香菇啦，啊，你要来含我做伙去无啦？酷鱼阿嬷讲，我已经今仔日决定要来车碰西啊啦，我无爱去挽香菇啦。啊，无明仔载好毋好啊？明仔载也是后日好毋好啊？讲明仔载代志我才会知影咧，我啊无明仔载较决定啦。哦，啊，我已经决定的代志，恁毋知影呢？我是无咧改变的呢。哦，即个酷鱼阿嬷有够固执，啊，因招酷鱼阿嬷招无，因就家己去挽香菇啊。啊，先过来想讲，即酷鱼阿嬷，哦，像足歹斗阵的吼。啊，有一届哦，迄落啥物啊？迄落 Halloween， 你有听过 Halloween 无？迄外国人吼，因拢有一个鬼仔节，迄个鬼仔节，每一个小朋友拢扮做妖怪的模样，啊，去人兜弄人，讲哭。你糖仔分我，你若无分我，我就甲你创猪。啊，安尼会讨着糖仔，啊，因咧扮做妖怪，啊，世界共讨糖仔。迄个酷鱼阿嬷感觉，好，恁这囡仔有够乐呢，啊，要吵死。好，不要紧，我准备用苦瓜做糖仔。因遐小朋友来讨糖仔，一个人分一粒。食落安尼苦地地，苦甲面安尼油，我即个糖仔够歹食，以后毋来食讨糖仔。迄个酷鱼阿嬷惊人吵，伊就用即招，甲所有的小朋友拢赶走。啊，即摆呢，迄落啥物啊？到甲天气冷来吼，落雪啊，外口天气咧寒，啊吼，逐个拢秘踵厝内底。
迄个酷伊阿嬷，伊家己一个人，伊有时啊嘛是想讲，若是有一个人通开讲嘛袂歹，啊，毋过拢无人甲伊开讲啊，也无人来找伊啊，啊，所以伊就规气安怎，啊，规气来唱歌啦，啊，唱到困去，安尼就过一天。啊，毋过伊安尼日子敢会足无聊，无影呢，人伊过工吼，天气足寒足寒，竟然有人来找伊啦，什么人？有土啊，迄土啊妈妈吼，带因3个囡仔，啊，搁早迄落家两哥来找即个酷鱼阿嬷呢，嘿，啊，伊来找酷鱼阿嬷吼，迄天气足冷，啊，迄树叶啊拢落了了，啊，迄落啥物啊？伊个土啊吼，伊搁早礼物咯，伊早啥物礼物？因土啊上爱食的就是红菜头啊。所以，伊炸一支上红的、色水上水的菜头仔做礼物，啊，佮用菜头仔做鸡卵糕，上顶悬放红菜头仔，哦，内底佮有包草鱼啦，啊，毋过顶悬佮做，佮是用菜头仔，啊，无法度。土仔上爱食的就是菜头仔，世间的上好食的嘛是菜头仔，红菜头是上好的，所以伊做一个鸡卵糕是红菜头的鸡卵糕，啊来专门。天气遮尔寒，吼，啊，佮送来到迄个酷鱼阿嬷因兜讲，酷鱼阿嬷，即个即个鸡卵糕，互你食啦。啊，迄个酷鱼阿嬷吼，收到即个鸡卵糕吼，啊，一时毋知要讲啥，啊，平时拢激一块册，啊，伊就讲，其实讲我也无咧偌爱食甜的啊，啊，迄个土仔吼，妈妈吼，惊迄个酷鱼阿嬷无爱起讲。哎哟，我甲你讲啦，我一棍头做伤济啦，吼，啊个无地囥啦，啊歹势啦，都拜托你吼，拜托你甲我斗小小的啦，吼，安尼呢，好啦，我甲你斗小小的，哦，迄个土仔迄个土仔妈妈吼，佮讲拜托你呢，啊，迄个酷鱼阿嬷就甲收落来，啊，家己一个人食，无人甲伊斗分食，吼，啊，迄只猫啊。甲伊讲破的猫仔咪伫附近，为虾米？伊一直互伊惊一个，毋敢来啦。你咪伫边仔啦，搁咧咪出啦。即马迄个酷鱼阿嬷，家己一个人食，心肝来想讲，我吼嘛是爱来送寡物件互别人。哦，伊心肝内有想法。哦，啊即马呢，迄落家己一个人豆啊食的时阵，伊就决定，好，伊平常时拢爱创啥呢？伊就爱吃碰西，碰西吼，就是一种圆圆的球，顶悬是用线安尼直甜做一粒的，迄叫做碰西。啊，即个酷鱼阿嬷，伊吼手足厉害，伊会晓吃碰西，用两支针安尼扭过来扭过去，啊，就一条线就互伊扭甲变做一条围巾哦，足厉害哦。啊！伊平常时拢无啥物代志做，伊就一支甲蚶仔吃碰西，安尼踮咧直吃。哦，伊讲今仔日我决定要来吃碰西。伊已经吃足济碰西的，吃足济围巾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球仔色的，有红色的，规涂骹拢是。吼，即个房间拢是伊一支手，后壁一双手，啊两支针安尼豆啊扭出来的围巾。吼，然后伊讲。别人来招伊讲，哎呀，我要去对呢，无，我决定要来吃碰西，我决定要来做围巾。伊决定的代志无要改变。哦，然后吼，伊甲这围巾做好了后，伊就决定要行出去。伊准备一台细台的车，甲所有的围巾拢扛起来。吼，大家迄个啥物啊？人就看着讲，迄个酷鱼阿嬷平时拢搭厝，今仔日出来安尼，伊要去对啊，毋知影，伊吼行出因兜，啊开始行向迄个庄仔，伊住伫庄仔外口，啊遐吼有一条河啦，迄个河桥拄啊好断去，迄个酷鱼阿嬷讲，我决定的代志，我是无咧改变，所以伊就算桥断去，伊嘛照常迄个。
迄台车顶管放足济围巾，伊安尼甲夹担头壳顶，啊规个带甲撩落一条河，啊佮经过，吼，这福伊阿嬷讲，伊足顾一嘛是好啦，顾一讲较白，人个叫做意志坚强啊，对不对？吼，顾一个人嘛是好啊，吼，伊即摆顾一个起来，涂身躯澹漉漉，啊佮行着落高门啊，吼，佮有这涂骹。安尼身躯澹漉漉，啊撩起来，啊行入来到这个路，哦，这条路佫偌啊长诶，啊规涂骹安尼搭落公园啊，迄涂骹迄落搭落拢一个河，啊直直行，知要行去倒位，吼，啊即摆行来到小段一了，现了伤紧，吼，这手安尼现着无方便。行来到即个土仔因兜诶外口。啊！伊就当仔咧谈，咦，即口罩几个人啊？哦，即口罩总共是1、2、3、4，好，我着爱来留4条。这妈妈较长小可，啊，这囡仔较短小可，互因无共款的色水，哦，经常水，吼，才留4条。讲，那我毋是，伊着调过伊讲。我吼，这迄落规厝间拢遮围巾啦，啊，我想过济啊，我本来是要订讨角的，吼，啊，都无地囥，啊无囥喺恁兜啦，吼，佮共款佮像迄女王安尼结一块册，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家户户拢去囥，则囥一条围巾，又囥一条围巾，吼，啊，即摆围巾拢分出去了后。大家拢有收到呢，大家收到了后，吼，咱讲，哦啊，即个酷鱼阿嬷起头啊叫是伊足歹斗阵，其实伊人袂歹，因为叫是迄个王的心肝着足歹，咱无法度，人妈妈家己生安尼，伊嘛足无奈呢。其实人的心肝足好诶，伊拢会考虑讲天气遮尔啊寒。安尼风吼，拢拄暗棍啊，安尼卷入去内底，逐个人拢遮尔寒，伊着做这物件，啊，一个人送一个，吼。所以呢，逐个叫是拢无人会去找迄个酷鱼阿嬷，叫是伊人个拢足歹，无影啊！你看，今仔日吼天气着啊较好小可，迄个猪仔吼，摕伊上介意的苹果，吼，啊，这姜钱嘛，迄落什么啊，来找伊，啊，即只是狐狸，伊嘛掠2尾鱼啊！迄鱼啊，着酷鱼上爱食，伊掠2尾鱼啊！每一个人拢围巾，啊，即个炸一个迄落什么啊？因炸的乌米啊个，炸因炸的礼物来伊迄落要来酷鱼阿嬷因兜，啊，然后因逐个拢做伙食物件，啊，所以呢，讲酷鱼阿嬷生做乌远，啊，佮固执，伊敢着无人缘。无影啦吼，啊，所以你若看到迄个乌远的，像这，你会惊的袂？你敢会惊？袂安怎啦，伊也袂共教，酷鱼阿嬷也无食人啊。哦，好，来，我的故事介绍到这，看到乌远的无影，较歹心啊。好。照你讲是爱问一个问题的呢，时间无够呢，我问一个就好，一题就好。来，这个人生做安怎？无啦，我讲迄伊生做像酷鱼安尼，加较安怎？乌啥？拢袂笑，叫做啥？乌远啊！好对啦，乌远啊！好来，多谢。啊，即个酷鱼的身躯安怎？像迄苦瓜安怎？酷鱼的身躯像迄苦瓜安怎？摸起来安尼，什么话啊？你无听到哦？什么话啊？喵啦，对啦，喵啦，对啦，酷鱼喵啦，好来啊！这个酷鱼阿嬷，伊爱创啥？跳舞声。啊，我有听到伊讲知啥话？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有了解，所以你搁一个，你搁一个，
啊，你讲车碰西对啦，碰西就是碰西。啊，这个什么人啊？来嘛，你讲，你无讲着。酷伊阿嬷好厉害，好来看你好，大家人有奖，互拄好空中下课再会。啊，这个无哦，来，我问一个上困难。请问酷伊阿嬷，伊甲迄个土仔送啥物物件互酷伊阿嬷？读拄仔迄个故事啥物？啊，土仔咧，土仔送互酷伊阿嬷，鸡卵糕。对啦，鸡卵糕好来 ，OK， 好来，好再会，人有奖呵。感谢吼，大部分啊，做好我爱真正，透早就来练吼。啊，咱伫个过程中吼，咱大家听啦吼。啊，因为就是学生啊，搁在练吼，较出面的语数啦，咱可能会使互伊紧，好无？吼，咱听啊，哪会当讲啊，你紧去啊？吼，一寡语数。好，安尼无咱就用迄个一个拍声甲因欢迎。好，大家高早，大家高早。啊，我伫故事开始进前，我要问恁一寡问题。恁昨昏啥物时阵困的？暗时啊，啥物时阵困的？啥物时阵？10点哦，你遐晚困哦。啊，恁呢？恁啥物时阵困的？你敢知影？10点哦，遐晚困哦。恁哪会遮晚困？囡仔人袂使遐晚困啊？你咧？你啥物时阵困的？无困哦。8点哦。哦，你足乖呢，8点就困啊。安尼上乖，上早。嘿啊，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哦，爱较早困的。啊，你上到遮晚哦，可怜的，我拢无上课啊。好，啊，今仔日阮故事的主角，你敢知影这个动物是啥物？碰鼠。松鼠的台语安怎讲？碰鼠，你拢会晓哦？你哪会遮教？嘿，对，即摆故事的主角就是碰鼠哦。啊，碰鼠，伊拄着啥物烦恼咧？阮继续看落。有一只碰鼠，伊住伫个树仔顶，遐个果子真济，伊的日子过了真快乐。恁看，即只碰鼠敢是笑眯眯，所以足快乐的哦。笑眯眯，歹势，我摕倒饼啊。好，有一天，有一只黄色的鸟仔。这是黄色的鸟仔，伊飞来甲碰鼠讲：碰鼠，我甲你讲哦，昨啊，我做着一个梦，我忘记家己变成一只水当当的鸭呢。会做梦真好。碰鼠伊足欣赏的讲。刷落来，黄鸟仔就飞走啊，佮飞来一只，恁看，这只鸟仔啥物色地的？红色的哦。嘿，对，这只鸟仔就是红色的，所以就是红鸟仔。红鸟仔飞来，佮甲碰鼠讲：碰鼠，我甲你讲哦，昨啊，我做着一个梦，我忘记家己变成一只。色伫真济，真水的大孔雀，你敢知影孔雀生着啥物款？足大只，
什么款？就是若是讲的伊的尾就会听得大。嘿，就亲像安尼，你看，这就是孔雀。你讲的真对，你讲的真赞哦。对，伊变成一只真大只的大孔雀，真是了。会做梦，真好呢。碰起伊足欣赏的讲。刷落来，红鸟啊嘛飞走啊。碰起心内想讲，我今仔日嘛爱做一个梦。伊真早就爬去眠床顶困啊，伊困了足熟足舒适，困甲毋知影人啊。恁看，伊困了足舒适的。日头出来啊，天光啊，鸟仔叽叽喳喳在叫。恁听，即马敢是有鸟仔伫咧叫？你听。风起醒过来了后，伊摸伊的头，想讲：为虾米我无做梦咧？碰起决定要去买一个梦，伊拍开伊的钱袋啊，摕出1箍银，欢欢喜喜的行出门啊，因为伊要去买一个属于家己的梦。碰起摕了1箍银，欢欢喜喜的行咧，然后伊来到一个大湖边，大湖内底有大只鱼仔在游泳。伊看到大只鱼仔了后，伊就话讲：“你好啊，大只鱼仔，你敢会使卖一个梦互我咧？”大只鱼仔听到碰起咧叫伊了后，伊就慢慢啊浮出水面，探出伊的头，用奇怪的眼神看碰起，讲：“这是透死人头一遍听到有人要买梦呢。”伊真客气，甲碰起讲：“歹势啦，啊，我定做梦，也毋过吼。”我无法度甲梦卖互你呢，你也是另外去想办法好啊。讲煞了后，大只鱼仔又搁沉落水内底游走啊。碰起继续摕咧伊的钱，慢慢啊行，然后伊来到，伊看到头前有一只天鹅，伊看到天鹅，赶紧走去伊的身躯边，问讲：“天鹅小姐，你敢会使卖一个梦互我咧？”“袂用吧，梦敢若袂使用卖买呢。”天鹅小姐讲煞了后，伊就拍伊的翅仔，飞去天顶啊！碰起一直摕咧伊的钱，也毋过伊拢无法度去买着梦，然后伊就决定要去摕钱去找伊上好的朋友。来，恁看，这是伊上好的朋友，你敢知影即个动物是啥？嘿，伊的朋友就是兔仔。伊去找着伊的好朋友兔仔。伊看到兔仔拄好伫咧海千秋，因愈海愈远。然后兔仔就甲碰起讲：“
做梦是爱靠家己，你无可能用钱去买着梦的。你也是来做伙和我佚佗好啊。然后，碰瓷就甲土仔做伙海牵手。碰瓷买袂着梦，伊足失望的。恁看伊即摆的表情变甲足伤心的，因为伊买袂着梦。一天过去啊，暗时啊又过来啊。碰瓷坐伫门床顶，咧想：为什么我袂做梦咧？想咧想咧，碰瓷忝啊，伊着慢慢啊困去啊。雄雄，伊看着伊牵大只鱼仔伫水底内面做伙佚佗，做伙游泳。水底世界足水足特别的。煞了，伊搁徛伫天鹅的脚车边仔，飞去悬悬的天空。因越过高山、大湖，下底涂骹的物件，拢变了足细、足高水的。然后，碰瓷又搁含小白兔做伙海牵手，因愈海愈悬，最后竟然海到云顶啊！白白云，软绵绵的，就亲像棉花做成的棉被共款，足舒适的哦。发出来的，公鸡的台语安怎讲？鸡啊，鸡啊讲对，鸡讲，鸡啊讲，鸡啊。公鸡咧叫啊，咕咕鸡。毋过我拢讲咕咕鸡呢。咕咕鸡咧叫啊，天光啊，透早的日头，照伫碰瓷的身躯顶。碰瓷慢慢啊醒起来啊，心内足欢喜哦，因为伊做了一个又搁长又搁好耍的梦。好，我的故事到这，多谢大家。恁若是恁看即个故事的碰瓷。伊想要用钱去买梦，也毋过伊最后敢是无买着。嘿啊，伊无买着，也毋过伊最后嘛是有做着梦，虽然迄毋是用钱去买着的。啊，我想要甲你问哦，若是今仔日你有钱，你想要去摕钱去买啥？嘿啊，你要去买啥？若是有足侪钱哦。好，你先讲。你想要买苹果的梦哦，所以你想要食足侪苹果是？是啊、哦，你爱食苹果是？嘿，啊来，想要买手机啊？为虾米啊？手机啊？因为手机啊好耍哦，嘿啊。你想要买点心哦？你想要买啥物款的点心？红果派，你肯定就爱食红果。佚佗物啊？啥物款的佚佗物啊？佚佗物有足侪哦，有红啊，还佫有足侪物。你想要买红啊？你甲会耍红啊就对啊。啊，我今仔日好想我无去啊。
我来来。啊，你敢要讲？你想要买啥？想要食啥？你敢介意食健哥？你就爱食糖啊？你就讲你咧糖啊，我就爱你敢买啥？他们俩讲疼啊。要买糖啊？我就是哦，好，你就赞的咧。嘿啊，慢慢仔食，糖啊足济，糖啊慢慢仔食。食了爱洗喙。嘿啊，一摆食了啊，以后就无啊。啊，你敢会含同学分享？袂哦，你拢家己食哦。哦，所以你拢偷偷啊走着啊。哦，伫车顶紧家己你甲我小弟有够共的，我小弟拢嘛安尼，透早的时阵拢爱食糖啊，食了以后就去上课。嘿啊，无糖啊通食就无法度食，对无？嘿啊。